譬如第一式係太極起式，我哋請李先生，即係我嘅徒弟咧，嚟到做俾你睇。嗱，佢先有兩隻腳寫立成一個細嘅八字先，細嘅八字，然後收下爬，個頭殼好似嘢墊住咁，嗰叫頂頭魚。兩隻手喺旁邊就放鬆，啱啱布同旁邊。咁呢個姿勢咧，我哋叫做無極式。佢嘅隻腳掌同腳踭啊，就將全身嘅重量咧就平均分配。好啦，佢自己咧培養自己嘅精神，鬆正咗自己之後咧，佢就意思咧想住呢一點同埋呢點，即係好似有嘢帶自己嘅上去。